发动中国的建设，本人想要表慢脚步，顿脚好好欣赏。广东人也过想要去过这种定亲乐仙的生活。不过是单纯要去乡下过日子，怕还好会有18考虑哦。睇都市落实的游子，就算心高高的想要回故乡，怕也唔敢讲归路归哦。加上睇台东池上嘅魏文贤，7年前沙表下睇总铺嘅事业生活，带论家4年嚟回故乡，将住屋改造融合罗斯米同当代风格的民宿，和游记当中，韩国热心嘅睇做社区演出。而喺湾湾社区体地回故乡嘅后生嘅，伊也希望变做一只利益，向来嗰度提供样嘅后生人回故乡。所以我去比问路带俺人去认识一个故乡游子。我把分给你们了，有麻菜花籽哦，哎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撒油麻菜花籽吗？当肥料。外国系过后，田球鬼片讲讲，每文贤2公婆带论4年呢，乡下睇田球也有菜花人呢，爱做高兴嘅土地的皮。看到没有？撒大力点亮哦。哦，撒大力一点这样子。你们这个量要撒完1区哦，所以一个来1个回哦，要算好哦。日头晒下来，南亚睇青春旺旺和头的地图巷。4年的前面古照，那个清欢喜，加系我文贤本忙碌清上爱各位生活。啊，第食谱吼，都像啊种特殊初中噶吼，毕业对食谱，啊，想讲啊4年加这种生活家吼，都弄人教我带俺嘞，哦，耕田的啦吼，啊，做嘛个稻草人啦吼，啊，像条人都种个绿肥吼，有嘛菜花籽。啊，我想讲，俺即间要成家立业吼，伫食谱都讲转来补一家，吼，细学细来吼，做在就是个环境，哦，不家的用体会到。哦，体摆哦，农家社会用的生活啊，用的来交流下吼，家咧童年回忆啊呢，嘿，啊都依然自然都归下都搬转来安尼家乡啊呢。7年前，魏文贤同台中的事业结束，回到池上的老屋开始学耕田。后生人回故乡，喺农村唔係直接看到，喺耕種行過唔係一件簡單的事情。像我一家哦，一家这里头咩冇眼讲啊，食谱做好吼，啊样板我转来，啊你一家无吼，啊突然生活里头突然从土乡啊吼，都突然冇做过的事，像啊耕田，转来耕田当然辛苦啦，吼啊老人家要来教安尼讲一种的耕田，啊了诶老人家要真可爱啊，佢讲啊。按超生的方言转来咧家乡，啊，家己要真欢喜，啊，就得要教你，哦，啊，伫咧耕田，然后家己，哦，生活家都有了家己，哦，交通里头都真好，家己要教人真多，哦，啊，创业着当耕田困难度都减较大会下来。我爱了是话熟喺条垃圾洗粒嘅，了边，Q 啊呢。回到故乡生活，魏文贤同社區居民改接上來去，也係灣岸社區總幹事嘅，讓一同老人家鄉下做草人呢，準備去參加在草人比賽，為社區爭取公用。蠻難哦，喺突然做農嘅嘛吼，啊手動特嘅，啊無個人都想講來做吼，啊你呢鄉村嘅特色嘅稻草人，然後啊做啊工人家。遊客來講吼，叫做不計險死嘅人吼，都要來看。啊，你做吼，有個創意，啊，就講像有安尼，像書局啦吼，啊，像農民啦一些頭擺誒古老傳統啊，各種嘅佢哋啲田農做些，各種嘅樣式吼，啊來做出來，啊，就有一啲古早嘅樣。有咧米土一樣嘿。唔但唱愛摘出人嘅血呢，還要揀熱創意，本創意呢看起來生活有改似。農村做創意呢嘅老師，會文獻當然冇條標去帶來一來，
感受一下都市的声音呢，亲南乡属都会喜欢。你都较少看到有稻草人的制作咧，我想讲也有带一家细来里头吼，不过来看看啦，老人家用来做稻草人制作，安尼加制作里头过程不给合适用讲用来做稻草人意思啊。回到故乡从头开始，当然还是爱学回到看太细。除游记工作之外，我文献屯家位，乡下屯阿公留下来的老屋重新整过，变作为民宿。现代化的风格，老嫩古文物，喺淳朴的农村地位，看起来怪贴切。像天丝应该咧木咧种一条铁台天丝，还有咧落灶条，迄阿公阿婆铁摆嘅煮菜的暖水的灶条，有啲东西屯进来保留。经过渐渐的6年来整顿装潢，能天天的做出民宿的样子。今日的树门、旁衬的台牌，差不多都是我文献用口料来制作完成的。这个是做这个的剩料，一块就跟它破成2个，再接替它。多东西小的，就是说制作时候当中的剩料，你再把它重新整合组合就好了。像这个都是旧的这个是剩下的料。盖这个民宿最大的成就感就是那个人家的车子这样开过去，再滴，然后又倒退又回来，然后就下来问，然后下来看，就问这里有没有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这么就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？哈，我觉得那个就是成就感。40号我文献能开始讲爱回故乡的时节。做出已经係关于都市的价位，是係叫到木质栏杆，就冇办法适应东坡的新生活。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要回来的时候，我是一直哭啦，反正大家一直争执，然后就其实是很难过，因为我起码我觉得我不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，那个时候的心情。都开始家己较无法度接受啦，坦白讲师傅都过了真好，转来。都像讲屯进桂林都错的啦，我都来老太太讲，唔可以摇倒啦，这个耕田起码就吃上米好食，生活里头可能无师傅的按好过的日的，我想今尾要体会到我心情啦，想讲我带补一家下一辈迄马家的环境生活安尼。慢慢的，佢都再感受到，佢咪再接受嘅安尼嘅一間民宿，其實也係我文獻一個歸鄉人對萬安村的一種想象，希望伊做得變做沙溪新興的產業，將唔破壞農村面貌的休閒農業，向韓國島倡議安尼嘅中創人村外人回來。安尼嘅環境安好咧，像係咩鐵街轉來安尼一個沙溪，希望講。安尼的沙溪，老撇的沙溪，這度的像安尼年紀的回鄉的老人家最就好對叫照顧到，轉來人做的就佢這個工作上就都得到一些的生發的力量，佢這就發度留到安尼的鄉村，最終就是要有年輕人回流到我們的鄉下。鄉下才會有一些的改變，還有一些的理念的創新，才會帶到更多的年輕人會回流。鄉村的生活其實很多人都很渴望看到別人回鄉村去生活，大家都會很想可是很多人都裹足不前，他會覺得交通不便利，買東西不方便，然後小孩教育怎麼辦？然後都市的房貸車貸怎麼辦？其實我覺得人生夢想想和想要，就是差那麼一點點，你敢不敢去做而已。新人的睇天空是有吃菜的指標，他人的生活也簡單自然，比到本身人的有美好的童年，也留喺家鄉的美好。我文獻兩公婆，只係嚟青島本丹國度重要的，才得到最純粹的幸福。